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这一期我们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又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29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535天。烏克蘭總參謀部發布戰報，過去24小時，俄烏雙方交戰110次，其中21次在胡里亞波列，14次在蘇梅，17次在托列斯克，9次在萊曼，44次在波克羅夫斯克，5次在南頓涅茨克區擊斃擊傷俄軍1170名。烏克蘭新任國防部長費多羅夫說烏軍將從2個方面構建對俄軍的有效防禦。第一階段是建立一套能夠在空中阻止敵人，也就是防空地面阻止推進，並對敵方及其經濟非對稱和網絡打擊系統。第二階段是每月戰場上消滅5萬名俄軍士兵。上個月俄軍有 3.5 萬人死亡和重傷，要讓俄無法承受戰爭代價，通過實力迫使俄接受和平。我覺得這個是正道咱們說了這麼幾年，說白了就是烏克蘭要大大的消耗俄軍，就是拼消耗，什麼談判什麼和談那都是障眼法。當烏克蘭這邊扛不住的時候，那烏克蘭就喊着要和談，放出各種風聲，願意割讓領土。當烏克蘭能扛得住的時候，對吧，那和談靠邊站，這都是策略，沒毛病最終是要在戰場上拖垮俄羅斯。所以這個新任國防部長這個思路非常清晰，也就是空中你要有效的阻止俄軍的這種轟炸，狂轟濫炸，所以你的要加強防空，對吧？無論是沙赫德無人機還是那個伊斯坎德爾導彈，什麼針數超高音速導彈，你都要防住。第二個呢，就是地面，你要盡最大可能阻止俄軍的推進。光這樣還不行還得每個月給俄軍要造成巨大的傷亡殺傷，就是5萬名俄軍。那只有這樣耗下去，俄羅斯會大量的失血，俄羅斯無法承受戰爭的代價，最終被迫接受和平。那這個時候接受和平，那就是俄羅斯投降因為他打不下去了。這個是正確的路。所以我們一直說烏軍對吧，要提高這種對俄軍的這傷亡比，現在是1:6。然後烏軍呢對吧，這個戰爭成本要下降，也就是他所有的武器要量大管飽還得便宜，這樣你才能炸得起才能瘋狂的去炸對吧？費多羅夫也說了，就是不對稱戰爭，也就是對俄羅斯縱深的這些戰略目標要進行打擊。根據烏軍的消息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在該地段俄軍採取小股部隊而非大規模突擊的戰術，但保持持續施壓。敵人正系統的滲透至格里希諾居民點邊界，試圖從內部動搖我方防禦，也就是烏方的防禦其主要任務是推進至該定居點中心區域，並逐步向南擴展控制區，為後續施壓創造條件。俄軍部分單位得以深入，但其關鍵鞏固行動已被挫敗。我方部隊堅守格里希諾，未允許敵人擴展為完整橋德堡。每次推進企圖都被迅速發現並遭到猛烈打擊。FPV 無人機和投彈針對聚焦點和移動路線實行攻擊，使敵方機動淪為單程票，就是有來無回肉包子打狗戰鬥艱苦且消耗巨大，敵軍行動謹慎，快速變換陣地，隱蔽於建築、地下室等場所。個別小組甚至試圖對我方無人機擊落無人機，從而暫時削弱空中監控，使其得以更深入滲透並分散至不同區域。據開源情報報道俄羅斯極為罕見的北極版道爾戰略防空系統在前線被摧毀，這表明持續的壓力迫使俄羅斯重新部署原本用於截然不同環境的系統，也就這玩意是部署在北極地區的這種防空系統恐怕是反老美的結果沒有辦法，因為南部這個戰事吃緊，烏軍的無人機總是轟炸莫斯科所以俄羅斯罕見的把這個北極版的道爾防空系統部署到了俄烏邊境。俄羅斯本想用這種價值數千萬美元的系統守護其空中優勢，卻在烏克蘭廉價的自殺無人機攻擊下化為烏有，這個可真是因小失大損失巨大呀。那麼在這個戰場之外俄烏雙方對對方的縱深的能源設施這種轟炸也沒閒着。1月20日星期二深夜，俄羅斯軍隊對烏克蘭發動了新一輪聯合打擊。據烏克蘭武裝部隊空軍記錄，襲擊中使用了1枚鋯石反艦導彈、18枚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15枚匕首巡航導彈以及339架
架沙赫德、非洲菊、伊塔尔马斯等型号的无人机，其中250架无人机为攻击型沙赫德无人机，主要攻击目標為基輔州。截至上午10點，防空部隊已成功擊落342個目標，14枚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13枚口徑巡航導彈以及315架無人機。這些目標分布在該國北部、南部、東部和中部地區。不過有5枚導彈和24架攻擊無人機在11個地點命中。這個俄羅斯的轟炸呢，給烏克蘭也造成了重大的損失。1月21號，哈爾科夫州軍事管理局局長西涅古波夫在電報頻道發布消息稱昨日哈爾科夫市的90%區域遭遇斷電。西涅古波夫表示，昨日我市出現斷電情況，約有110萬用戶陷入停電狀態，約占哈爾科夫市總人口的90%。儘管如此，烏克蘭民眾仍以幽默態度應對，紛紛在網上發布帶有諷刺意味的視頻，並迅速走紅。也就是烏克蘭人苦中作樂。你想現在烏克蘭俄羅斯多冷啊，零下多少度啊？結果哈爾科夫這個烏克蘭第2大城市吧，90%人斷電，確實這烏克蘭人也夠苦的。這麼冷的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這是對烏克蘭人來說是對意志的一個考驗。那麼烏軍對俄羅斯呢，那也沒閒着昨晚烏克蘭的一群火烈鳥導彈抵達俄境內奧列爾地區的奧爾洛夫斯卡熱電站，並打卡留念。1小時後俄羅斯奧列爾州州長證實，該州遭到襲擊，燃料和能源基礎設施遭到了嚴重破壞，呼籲當地居民要開始做好抗凍的準備。這個奧列爾州熱電廠夜間遭襲，瞬間畫面曝光。據報道，此次襲擊使用了烏克蘭的叫佩克洛，也就是那個火烈鳥導彈無人機，其亞音速飛行能力最高可達每小時700公里。奧列爾州州長證實，該州一處燃料及電網設施遭遇襲擊受損，當地居民表示，市區部分區域電力與供水已完全中斷。烏克蘭最高軍事指揮官，也就是總司令謝爾斯基說他說俄羅斯不僅沒有認真考慮和平談判，反而正在大幅提升無人機等武器的生產能力，準備打長期消耗戰。這是路透社報道烏軍總司令謝爾斯基在接受烏克蘭媒體採訪時表示，俄方當前每天已能生產大約404架不同型號的沙赫的無人機，而他們的目標是把產量直接拉高到每天1000架。在他看來，這清楚表明俄羅斯並沒有釋放出任何想通過談判結束戰爭的信號，反而在加碼軍事投入，擴大進攻規模。按照咱們的說法，就是地保老人呢現在正在加倉謝爾斯基強調，烏克蘭必須通過持續打擊來破壞俄方的這些計劃，否則沒有人會和軟弱的一方談判。他還特別提到，烏軍的縱深打擊成效明顯，已經攻擊了719個目標，指的是俄羅斯境內縱深的目標，主要集中在俄羅斯石油產業，造成約150億美元的損失。這個謝爾斯基還說烏克蘭近幾個月在徵兵和訓練方面已有明顯改善，2025年人員損失比上一年下降了13%，也就是烏軍這個傷亡比在改善，比24年比傷亡人數下降了13%，而俄羅斯的損失則明顯上升。要這麼堅持下去，那俄羅斯是扛不住的。根據英國情報機構的說法在波克羅夫斯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傷亡比是1比27，反正這個數字都讓人很震驚就是你很難相信，就是一個烏軍士兵傷亡，你就要換來27個俄軍士兵傷亡，你說這個你能想象嗎？這個有媒體報道說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遭到襲擊，根據視頻證實俄軍的一枚 S-300導彈發射失敗，擊中了一棟居民樓。據當地媒體報道，有多人傷亡。此視頻再次暴露俄羅斯武器這個有個性它有自己的脾氣你讓他打誰，對吧？他有自己的想法。這個實際上就是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一枚不受控制的俄羅斯的 S-300導彈，有可能是打擊烏克蘭的那個火烈鳥導彈，結果他沒去打擊烏克蘭的目標，他反而把自己的市郊的一個居民樓給炸了。根據新華社的說法造成了11人傷亡。這個毛澤
斯果然厲害啊，狠起來连自己人都炸。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反对俄能源勒索，17个国家向乌提供关键援助。17个国家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穩定能源系统的援助，包括发電機和其他設備。也就是俄烏現在雙方瘋狂的炸對方的這個能源設施，這個目的就是啊，讓雙方的老百姓受不了，老百姓一受不了，不就很有可能嚷嚷着要停戰嗎？那就看雙方誰老百姓最受不了。現在戰已經打成這樣了啊，打的就是發電廠，就是這個輸電站，還有這個什麼燃氣罐、能源設施。你說這個天寒地凍的零下10幾度，確實啊，一停電老百姓也受不了。但是歐洲這邊呢，17個國家緊急啊給烏克蘭運送這些物資，意大利、比利時、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丹麥、立陶宛、波蘭、瑞士、摩爾多瓦、挪威、德國、奧地利和英國提供財政支持，旨在提高烏克蘭的能源安全。烏克蘭的外交部長西比哈強調，每項捐助都是切實的援助，有助於保障社區供暖，抵禦俄羅斯的能源恐怖主義。截至1月19日，烏克蘭自年初以來已收到數百台發電機及其他設備。這個意大利啊，開始給烏克蘭提供鍋爐，咱們已經介紹過了。烏克蘭將從捷克獲得一批發電機，這些發電機將被運往基輔、利沃夫、赫爾松、第聶波羅和尼古拉耶夫，並且啊，他們不光是鍋爐、發電機，他們還直接給這些受困的啊，也就是斷電斷水的這些人直接發現金，這些資金將用於滿足烏克蘭人的能源需求，也就是給他們發錢，讓他們自己想辦法解決。丹麥的社區組織為基輔提供了支持，為醫院提供了一台22千瓦的發電機，以及100千瓦和80千瓦的工業不間斷電源。該組織還向蘇莫州提供了2台大功率發電機，並計劃再向基輔州和蘇莫州發送2台。歐盟批准從儲備中向烏克蘭轉讓445台發電機。怎麼說呢？就是一個好漢3個幫，一個籬笆3個樁，眾人拾柴火焰高，對吧？你送一點，我送一點。很多國家啊沒有提供物資，就直接提供現金。比如說挪威捐贈2億美元，德國和奧地利是6000萬歐元，英國2000萬英鎊。有了這麼多盟友的援助啊，烏克蘭人呢，相信啊很快能扛過這個冬天呢。這個丹麥啊，雖然現在遭到這個特朗普的敲詐，對吧？特朗普要強占這個格陵蘭島，但是人家丹麥啊，這個退役的 F-16戰機將移交烏克蘭。丹麥還是啊按照既定方針，退役的 F-16還是捐贈給烏克蘭。報道指出 ，F-16戰機的正式退役儀式在丹麥皇家空軍斯克里德斯楚普空軍基地舉行，標誌着該型戰機在丹麥服役超過40年的歷史正式結束。華盛頓郵報報道啊，說烏克蘭將部署新一代人工智能驅動的防空攔截系統，旨在保護城市免受俄羅斯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國防部長費多羅夫與美國公司帕蘭提爾簽署協議，共同構建人工智能數據作戰系統。該系統可預測來襲攻擊並引導自主攔截器。官員表示，該系統將在6個月內投入實戰，為全國性自主導彈防禦體系奠定基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也就是在美西方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公司的幫助下，烏克蘭的防空肯定是越來越厲害啊，越來越完善。而俄羅斯這邊呢，對吧？它的技術革新，它的進步，那肯定要慢得多。那剩下的就是這一次，對吧？叫達沃斯論壇。本來啊，澤連斯基滿懷信心，是吧？覺得在這個達沃斯論壇上，最次是要跟特朗普要達成那個8000億美元的戰後重建，然後這個安全保障，那再去這個華盛頓呢，再去簽署，再去談。結果啊，據說這個8000億的啊戰後重建現在也暫停了。什麼原因大家也知道啊，這個特朗普啊，他在這個達沃斯論壇上純粹啊拋出了2個新的議題，一個就是他要強占這格陵蘭島，這話題啊就是格陵蘭島。總之他說一千道一萬，他講了各種理由，各種侮辱歐洲。總之他就要得到格陵蘭島。第二個就是他搞了一個就是沙特的叫什麼和平委員會，對吧？那個委員會就相當於一個基金一樣的啊，這個入會的國家受邀請的啊，你交10個億美金。但是據說現在降價了啊，小國有2000萬美金的，也有5000萬美金的，也有1個億的。然後特朗普給很多國家發了這個邀請函。首先啊，歐洲國家還沒有一個同意的，法國是第一個反對，就直接明白無誤告訴他沒門，別扯了。為什麼是法國呢？這也好理解啊，因為法國人家是5常之一，對吧？代表歐盟他不表態，誰表態啊？因為他是第一個表態反對，然後他一反對，後面那歐洲那國家一個個的跳出來啊，都反對。然後英國也反對，5常裡面2個都反對了。俄羅斯
斯和大國呢，大國到現在沒表態，俄羅斯是表現出積極的興趣，為什麼呢？這個咱以前說過了，這個普京他就想借着特朗普要重返國際舞台，要不然沒人帶他玩，所以說他假模假式的說要認真研究，說特朗普啊邀請了，但是具體的條款不知道，那意思是很感興趣啊，要認真研究嗎？要加入。倒是那個白俄羅斯啊，盧卡申科毫不掩飾，對吧？立馬想都沒想，直接同意。按照黃俄的思路，你盧卡申科還不得跟迪波老人先商量商量？再不濟，你跟迪波老人商量完之後，你還得跟印度商量一下，对吧？你有事沒事，你老往印度跑，在這蹭吃蹭喝的，或者美帝一個橄欖枝你就過去了，一個媚眼，對吧？啊，給你使個眼色，你就跑到美帝那兒去了。你這個說實話，這個黃俄你不能怪黃俄生氣啊，這黃俄這就是恨鐵不成鋼啊，這麼沒骨氣是吧？你白俄羅斯你好歹的吧，你有沒有跟两個大哥通氣啊？两個大哥還沒表態呢，盧卡申科先簽協議了啊，不知道錢也沒有打，你說這叫什麼事？怪不得特朗普說啊，這個獨裁的忠誠就值1美元。烏克蘭也是明確反對不加入。我看媒體報道啊，說有10來個國家加入，那估計都是一些平時啊上不了桌的，這回好不容易說，哎，這有大哥對吧？做主桌，我有機會做主桌啊，立馬趕緊表態，好不容易逮個機會啊！你像普京就是这心態啊，所以他假模假式了，他不僅要研究，他還想琢磨着在這個特朗普主導的和平委員會裡面還謀一個一官半差的，你知道吧？搞個副主席、常務副主席。所以在達沃斯論壇啊，這個特朗普這麼一攪和啊，那就搞着一個變成一個叫什麼呢？滑稽大會。所以本來對吧？認真討論這個烏克蘭的戰後重建，還有什麼給烏克蘭的這個什麼安全保障，那就靠邊站了。好在啊，烏克蘭人和歐盟人家有準備，沒有把雞蛋放在美國這一個籃子裡面，對吧？這是爭取美國支持，但是美國要是不支持，他也沒辦法。這個特朗普現在這個操作是非常迷惑的啊，也就是咱們現在也沒法說特朗普什麼，他這個動作是非常矛盾的。記者問他啊，說這個和平計劃現在到哪一步了？準備怎麼樣？特朗普說，俄羅斯準備好了，烏克蘭沒準備好，烏克蘭準備好了，俄羅斯卻還沒準備好。這就是特朗普的繞口令了。美國特使維特科夫向媒體表示啊，他說近幾周在解決烏克蘭衝突的努力中已取得重大進展，但他承認領土爭端仍是關鍵的症結所在。美國特使维特科夫啊，與川普女婿庫什納將於明日啟程前往俄羅斯，預計同日會與普京總統會面。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證實，普京總統將會見維特科夫與庫什納。也就是特朗普啊，似乎一方面在為普京啊掩護，在替普京叫排憂解難，但是一方面啊，他又在查封俄羅斯的这個影子艦隊。美國南方司令部剛剛宣布並發布視頻，顯示其今天上午在加勒比海第7次登船，並扣押了一艘受制裁的原油油輪。據報道是懸掛利比利亞國旗的油輪。此次行動由美國海岸警衛隊在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支持下進行的。不用說啊，這就是俄羅斯的影子艦隊，這已經是查封第7艘了啊！你要這麼搞下去，俄羅斯的影子艦隊不是越來越少了嗎？這不光是美國人在查封啊，連德國也出手了啊！根據這個戰爭研究所的報道啊，說歐洲國家加強對與俄羅斯及其盟國影子船隊的油輪的壓力。1月16號，彭博社報道啊，一艘未註冊油輪在丹麥和瑞典之間轉向德國水域，也就是啊，在丹麥那兒人家也不待見他，要查他；瑞典那邊人家也要查他，所以他沒辦法，他掉頭啊，走到這個德國水域，結果啊，準備從這兒往北走到俄羅斯北極海岸，德國聯邦警察拒絕該油輪進入德國領海，這是歐洲國家首次拒絕影子船隊的油輪進入其領海。就是德國說，我也不查封你，我也不扣押你，我不讓你從我這兒過。好了，你這要不讓過，他從那兒走，那兒有人要扣押他，等着他的。你說這叫什麼事？此外，德國還拒絕了其他幾艘俄羅斯船只通過其領海。1月17日，意大利扣押了一艘懸掛圖瓦盧國旗的船只，該船在離開俄羅斯黑海領海後，非法運輸了3.3萬噸俄羅斯黑色金屬。分析師指出啊，歐洲國家似乎正在加強對於俄羅斯及其盟國有關聯的船舶的壓力。這些國家的影子船隊往往相互交織。過去幾個月裡，數十艘停泊在委內瑞拉海岸的影子船隊油輪改掛俄羅斯國旗，許多與俄羅斯有關聯的影子船隊船只因運輸支持伊朗政權的貨物而受到制裁。這個還要加上烏克蘭，對吧？這個無人艇還要去炸，英國在英吉利海峽等着的，你從這兒路過我就扣押。你說這
你讓俄羅斯影子船隊怎么辦？這美國人呢追那個俄羅斯的叫貝拉1號，追了18天，深深把他扣押了。所以說從這些動作來看，你看特朗普好像對吧？這個嘴上好像在幫普京，但是手上也沒停着。你該援助烏克蘭，他也援助了。所以特朗普他就是個神經質，就是個老流氓。不能看他說什麼，主要還看他做什麼。德國總理莫爾茨說啊，他說我們仍看不到普京有坐下來談判的意願。莫爾茨呼籲關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為。莫爾茨表示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對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特別是對東歐地區。他說啊，西歐包括格陵蘭島，目前並沒有像某些人所擔心的那樣面臨來自俄羅斯的威脅。他指的是特朗普啊。因此，我想再次把重點放在烏克蘭問題上，因為我們仍然看不到普京有坐下來談判結束這場戰爭的意願。這我在前幾天節目說過了啊，這個莫爾茨他是反應過來了，就是你不能隨着特朗普的那個指揮棒在那亂轉。哎，特朗普一會兒要格陵蘭島，一會兒搞什麼和平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分散了啊。這是本來世界都在關注這個俄烏戰爭，他就在那兒制造熱點，分散了注意力。所以莫爾茨就說了，我們應該把目光再回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事情上。格陵蘭島沒有那麼危險，對吧？特朗普想拿格陵蘭島，他先過他美國國內那一關，等他過了美國國內再說嗎？這裡面我要再講一個觀點啊，這個我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剛開始1個月的時候我就說了這個觀點，但現在已經4年快過去了，真的要像我預測的那樣在發展。根據這個美國媒體報道啊，叫政客報道說，因為特朗普威脅軍事佔領格陵蘭島，歐洲正考慮組建一個包括烏克蘭但沒有美國的新軍事聯盟，此舉或將導致北約最終解體。這個新軍事聯盟最初源於軍援烏克蘭，歐洲各國建立了非常緊密的聯繫，增強了信任和合作能力，成員們彼此熟知，溝通和信息傳遞都非常順暢。這個聯盟不僅包括歐盟國家，也將包括英國、挪威、烏克蘭等非歐洲國家，未來甚至可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而在這些國家裡面，烏克蘭是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並擁有最多的軍事經驗。這個聯盟一旦成立，极可能最終取代美國，甚至還將吸引美國在其全球其他地區，諸如在亞洲的盟國加入。这個就是我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大概1個月的時候，我當時就說了啊，如果俄羅斯解體，那麼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實現三足鼎立。哪三足呢？就是歐洲大國和美國。北約解體，這個節目啊，如果大家感興趣，還可以翻到4年前去看。我覺得這個仗打下來，結局恐怕就是真的這個世界會重新劃分，就是三足鼎立，歐洲、美國和大國。俄羅斯對吧，就躺在桌子上面成了菜。現在這個局勢啊，正在向這兒演變。經過特朗普這麼一攪和啊，歐洲和美國他沒有辦法在這鐵板一塊。雖然他們價值觀是差不多啊，但是不可能鐵板一塊。你看雙方貿易戰放狠話啊，這個特朗普說要加10%關稅，然後再過幾個月再加25%，是這樣的吧？然後給法國那個葡萄酒加200%，然後歐盟馬上放話，已經列好清單，對吧？對美國啊900億美元的那個產品準備加徵關稅，毫不客氣。雙方你就這麼扯的話，對吧？而且特朗普還派兵要強占這個格陵蘭島，完了他又要去幹啥？好像那個對英國的那個叫什麼一個小島，對吧？交給毛里求斯，這個特朗普也不高興，又要去要。如果俄羅斯解體的話，這個世界必然就會成立歐洲、美國大國三足鼎立，而且這個三足鼎立可以說非常穩固。為什麼非常穩固？大家想象一下，價值觀這塊，美國和歐洲是一樣，但是他們之間的經濟利益不一樣，不像以前啊，美歐是一家，然後俄羅斯，然後在大國，這種三足鼎立啊，實際上它是非常危險的。為什麼危險？大家知道，那如果是歐洲、美國和大國，你看美國和大國隔着大洋，實際上沒有什麼直接衝突啊。然後這個大國和歐洲，那也隔着中間隔着好多國家，沒有什麼衝突，剩下的就是經濟問題。當然了，這個都有賴於一個歐洲要團結起來拖垮俄羅斯，第二個就是特朗普的持續加油，他的攪和。如果沒有特朗普的加油啊，美國和歐洲沒辦法分裂啊，他沒辦法撕開啊。特朗普現在做的不就是撕裂歐美嗎？你看他這個達沃斯論壇上就瘋狂的攻擊法國，對吧？誰不聽他的他就罵誰。我們再看看俄羅斯啊，俄羅斯現在確實急了啊，俄羅斯真的是急了，國內內亂不斷，雖然表面上很平靜。為什麼說俄羅斯急了呢？這俄羅斯最近啊一直在揚言要動用核武器，要轟炸歐洲，他實際上就是逼歐洲，對吧？你們收手吧，你們投降吧，你再這麼扛下去，我扛不住了，我這個忍不了了，要扔核武器。首先啊，這個普京啊，通過他的盟友，也就是前總統叶利钦時期的重要人物，叫謝爾蓋·卡拉加諾夫，他以前啊，他可是這個普京的這個叫類似於參謀啊，他在跟這個美國這
個主持人呢，卡爾森接受他採訪的時候說啊，他說什麼是俄羅斯的失敗？如果俄羅斯真的面臨失敗，那麼意味着會使用核武器，歐洲將在物理意義上被摧毀，這本來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需要戰爭來為繼續執政和自身存在辯護。他還批評俄羅斯政府對歐洲過於耐心。這個卡拉加諾夫啊，實際上就是代表普京在外面放狠話，說對吧？你們再干擾，我可要对你們动用核武器了，对吧？如果到时候把我拖敗了，我打不過，那咱們同歸於盡。敢說這種話，說明他已經不行了，自己已經知道了啊。然後這個《華盛頓郵報》報道啊，說俄羅斯或將採取可怕手段提升普京在世界上的權威。普京在國內外的權威正在下降，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莫斯科的主要盟友以及俄羅斯軍方內部。也就是说，莫斯科的盟友是誰啊？难道是司令官那邊嗎？还有俄羅斯國內啊，軍方內部，普京的權威正在下降啊。這是《華盛頓郵報》說的啊。他說，普京避免發表強硬言論，以免在與特朗普的關係中顯得軟弱。美國扣押懸掛俄羅斯國旗的郵輪，以及公開駁斥克里姆林宮聲明，表明啊，華盛頓不再將莫斯科視為一個強大的力量。《華盛頓郵報》報道啊，克里姆林宮的地位削弱，如俄羅斯國內因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不可戰勝神話破滅而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不謀而合，沒有人再相信普京的謊言。克里姆林宮的內部激進勢力要求採取果斷行動來恢復俄羅斯的權威，也就是老黃俄們啊，他們認為普京過於軟弱，普京無能。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看普京的盟友跑出來喊話放狠話呀，說要給歐洲扔煤氣罐。實際上這就說明啊，這個普京現在真的叫內外交苦，他到底還能撐到哪一天，這不知道啊，他說不定馬上就垮。共和黨參議員維克爾稱普京是一個撒謊者，他在破壞和平進程。他此前曾表示，普京因為戰爭罪受到追責，甚至可能被處決。他還引用了一項民意調查數據，說顯示啊，70%的美國人認為普京不會遵守與烏克蘭達成的任何和平協議。這位參議員呼籲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並向普京傳遞一個信號，他不能指望我們坐視不管。所以普京不急了嗎？最近揚言對吧，要公布斯大林給某個國家這個領導人的這個書信。你說這個時候公布啥書信？你這真是吃多了撐的，對不對？你不就是想要錢嗎？敲竹槓子，對吧？就相當於這個动不动給特朗普打電話，這哥們我不行了啊，我這要把你的這個小視頻，对吧？那照片我要發出去了，扛不住了，不就這意思嗎？這邊啊馬上放風是吧？我這不行，我把你們那個書信啊，我準備發出去了，你們看着辦吧。那不就敲詐勒索嗎？這也恰恰說明俄羅斯不行了嘛，他这窮途末路啊，走到這一步啊，只好敲詐勒索啊。哎，你如果錢給到位了啊，或者是給了某些支持，那我這個公布的真的就對吧？這關鍵的他就不公布了，公布一些無關緊要的。哎，如果你要對吧，你再這麼欺強，再對吧，嘴上喊着無上限，實際上沒有，那別怪我不客氣。這個1月20號啊，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布達諾夫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大國在與俄羅斯的貿易合作中獲利匪淺，但同時承認大國至今未向俄羅斯交付任何武器。這個布達諾夫以前是烏克蘭的情報頭子，對吧？如果大國真的給俄羅斯交了武器，那他能不知道嗎？所以從最近1個月啊，尤其是2026年以來，這個普京本人越來越低調。從這個可以看出啊，這個普京確實壓力非常大，這很有可能扛不住，隨時也可能垮掉。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